哄你。晓得吗？来自我们七夕的一首情话是大家很喜欢吗？对吗？谢谢小宝的送的小礼物，谢谢。好了，小宝，那就是你们最期待的19准备闪亮登场，知道吗？来自我们19的一首，来自我们聚财的一支独特的舞蹈，加特林准备。好了，小宝，来有请19，再来上灯火。好，来小马，来自我们19的加特林。